Nike Air Zoom Pegasus 41。優點：採用全新 React X 中底泡棉，能量回饋提升 13%， 腳感柔軟且有彈性。前後掌搭載 Zoom 氣墊，提供優異的緩震與推進力。鞋面透氣，包覆性佳，適合長時間訓練與日常穿着，適合新手至中階跑友，應用場景廣泛。缺點：回彈感不如競速鞋明顯，對於進階跑友可能略顯不足。價格略高於入門款，性價比需視用途而定，建議售價約949港元。Asics Dynablast 3。優點：使用 FF Blast 中底，提供彈跳感與柔軟緩震，鞋面透氣，包覆性好，穿着舒適。價格親民，性價比極高，適合日常慢跑與健身兩用。重量輕，適合長時間穿着。缺點：透氣性在炎熱天氣下略顯不足，鞋舌容易滑動，部分使用者反映有鞋帶壓腳背的情況，不適合高強度競速訓練。建議售價約690港元。Adidas Adizero。優點：前掌嵌入 Light Strike Pro 材料，提升推進感，鞋面透氣，楦頭偏寬，適合亞洲腳型，抓地力佳，適合多種路面與日常訓練。設計時尚，輕量舒適，適合初階跑友。缺點：缺乏碳板或推進系統，對於進階跑友可能不夠有感。中底回彈感偏溫和，不適合追求爆發力的跑友。建議售價約799港元。Nike Windflow 10。優點：搭載全掌 Zoom 氣墊，提供柔軟緩震與穩定支撐。鞋面透氣，重量輕，適合日常穿着與慢跑。價格實惠，入門跑友友好。外底耐磨性佳，適合多種訓練場景。缺點：不適合長距離或高強度訓練。鞋面耐久性較差，長期使用可能出現磨損。對於前掌着地跑友支撐性略顯不足。建議售價約799港元，部分顏色特價至639元。Li-Ning 飛電5 Challenger。優點：採用超中底加 T700 碳板，回彈力強，推進感明顯。鞋面透氣，包覆性佳，適合長距離與比賽。價格合理，具備競速鞋性能但更親民。單鞋重量低於200克，適合中前掌跑友與進階訓練使用。缺點：後掌緩震略弱，不適合體重較重或後掌着地跑友。鞋面輕薄，耐用性略低，初學者若腳踝力量不足，可能會感到小腿疲勞。建議售價約 HKD 前799，前899。